實真係一個比賽能夠係維持到20年咧，真係好難得。我好希望咧呢一個嘅比賽能夠喺未來嘅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都繼續有，咁咧要繼續努力。我覺得基本上個變化唔大嘅，都係好重視咧聽寫讀說4方面。但係咧，我會覺得咧喺個説話個表達能力咧係會強咗嘅。呢個咧係喺課堂可以睇到啦。咁我指嘅就係小朋友咧係比較上重視咧係説話，佢能夠表達得清楚。當然啦，read aloud 即係你將一篇嘅文章、一個嘅詩詞係朗誦出嚟。其實咧 read aloud 呢個嘅好處係好多嘅。點解越多咧？就係其實當我哋去將一篇嘅文章或者一個詩歌去讀出嚟時候，你係運用咗你個腦啦，你唔知即係喺個腦咧會聯結到呢個音點樣發啦，跟住咧你講出嚟用個口啦，甚至你用個眼睇住個字，然之後跟住咧自己聽嗰個音係咪發得準？咁咧所以 read aloud 咧可以提升咧小朋友咧個發音個準確嘅。咁當你讀得嗰個字係順暢嘅時候，自然咧你會咧講英文時咧個信心咧都會提高好多嘅。其實呢個就好簡單，即係聽歌學英文一樣。當你唱得多歌嗰個每首歌唱得耐咧，咁你自然咧就會熟啲，咁就咧記憶都會好啲。我又真係咪覺得用傳統呢個字去形容呢個比賽啦？呢個係朗讀咧，其實係一個我哋學習嘅語文咧好基本嘅基礎。當你能夠朗讀得一篇好嘅文章，即係表達你係對嗰篇嘅文章嘅理解得好，你係對嗰篇文章嘅每一個字你都能夠讀得清楚，自然咧你會提高你嗰個嘅閱讀，或者係甚至你嗰個嘅説話嘅能力。咁我覺得呢個好基本嘅。